帖撒羅尼迦後書第3章。最後，弟兄們，請為我們禱告，好叫主的道也像在你們那裏一樣快快傳開，得着榮耀，也使我們能夠脫離那些不講理的惡人。因為不是人人都有信心，主是信實的，他必堅定你們，保護你們脫離那惡者。我們靠着主，深深相信，你們現在以及將來都會遵行我們所吩咐的。願主引導你們的心，使你們有神的愛和基督的堅忍。弟兄們，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們，凡是游手好閒的弟兄，不按着你們從我們所領受的教訓去行，就應當遠離他。你們自己本來就知道應當怎樣效法我們，因為我們在你們中間並沒有游手好閒，也沒有白吃過誰的飯，反而辛苦勞碌，晝夜作工，免得加重你們任何一人的負擔。免得加重你們任何一人的負擔，這不是因為我們沒有權利，而是要給你們作榜樣，好讓你們效法我們。我們在你們那裏的時候，曾經吩咐過你們，如果有人不肯作工，就不可吃飯。因為我聽說你們中間有人游手好閒，什麼工也不作，反倒專管閒事。我們靠着主耶穌基督，吩咐勸誡這樣的人，要安靜作工，自食其力。弟兄們，你們行善不可灰心。如果有人不聽從我們這封信上的訓勉，要把這個人記下來，不可和他來往，好叫他自己覺得慚愧。但不要把他看作仇敵，卻要勸他，好像勸弟兄一樣。願賜平安的主親自隨時隨地賜平安給你們。願主與你們眾人同在。我保羅親筆問候你們，這是我每一封信的記號。我的筆跡就是這樣。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與你們眾人同在。